报道。来看郭文哲访问日本的上尾一日，伊去日本的外国特派员协会演讲，媒体甲焦点放伫台海局势甲两岸议题。另外，郭文哲前2日讲台湾人敢若想要掠鱼，无爱钓鱼台主权，引起争议。郭文哲是强调讲，伊是想要解决民生的问题，说互人讲一个影，生一个囝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访日本的上尾一站，来到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，先演讲才接受访问，重点拢伫两岸的议题。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，后来我们就发现全世界都很紧张，不紧张的是台湾人民。原因之一是因为政府可能为了选票上的考量，所以刻意把这个忧患意识压低。郭文哲表示讲，应该让台湾的2300万人先有共识，两岸才会当开始有意义的对话。外国媒体问伊讲，台湾人民敢会当接受两岸一家亲的讲法？郭文哲认为讲需要互相来了解。45岁，我们台湾人民说，一家亲还是比一家仇好，要求对方谅解。其实有时候也要转过头来跟台湾人民讲说，我们的确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需要处理。日本台湾选择自由会收备处正式开始运作，嘛是拓海外基地的起点。但是郭文哲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阵，讲着钓鱼台，伊讲台湾渔民无想要这块土地，只要会当伫遐掠鱼啊就好，引起争议。解决民生的问题是优先嘛？那我也知道，选举到一定要这样。怎么讲？就是穿凿附会的哈，然后这个小事扩大，这我都理解了。钓鱼台的争议是继续烧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批评讲，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，国家元首应该全力来捍卫国家领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